来继续来关心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日时，东北风减弱，也毋过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，透早也是真冷。上低温伫咧苗栗12度2，日时各地气温有回转来，北部来到23度，中南部嘛有26度。但是阴暗阁有新一波的东北风会到位，全台湾的气温拢会落降，尤其是北台湾阴暗会落雨。这个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，也毋过早暗的温差真大，提醒乡亲爱小心，唔通去感着。伊伫真湿淡的台北，真罕得今仔日无落雨，毋过出门犹原会记咧晒一领外套。透早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，上低温出现伫苗栗12度2，嘉义嘛干那13度9。日时有出日头，搁加上东北季风有较弱，各地气温拢有较回。北部的高温大概有21到23度，其他地区有26度的高温。毋过今仔日暗时阁会开始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。那第一波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。预估在下周一的清晨，应该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一个时候。在北部跟东北部预估的低温是在15度左右，其他地区是16到18度。而且这一波的东北季风会是比较偏湿凉的一个形态。北部和东半部落雨的几率会增加，基隆北的话和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。不过这只是第一波，所来阁有第二波南风的云系上北，全台湾拢会真湿冷。中部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也会逐渐有些零星的降雨。那到了下周二、下周三，也就是在22、23号这2天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的减弱。提醒民众，这礼拜天气拢真无稳定，除了爱穿较少的，嘛要记得早雨伞、雨帽。